中人壽香港超級聯賽第8週嘅聯賽賽事啦，由深藍色衫褲嘅港會對住白衫白褲嘅大埔。賽前啦，就繼續會有默哀儀式啦，就住宏福苑嘅火災。率先發動攻勢呢，就係作客嘅大埔喎。咁佢哋賽前就排第3啦，呢場對住港會呢，就唔能夠再失分㗎啦。上場聯賽對高力北區就失咗2分，盧卡斯率先做個射門啊，呢球波就越位而去。嗰陣開波呢，就唔夠1分鐘到嘅啫，就喺左副位揾到個攻勢。之後到港會嘅還擊啦，鄭俊宏拖個直線俾井上龍也去哨，諗住冇㗎啦呢個機會，盧少琪右腳呢解圍係太咗 Q， 李晴接得到，直接做個粒射就完全唔中目標。佢自己都覺得好憤氣啦，即係若然呢一球可以令港會領先住嚟踢呢，可能對最終嘅賽果會好唔同啊！之後大埔有個角球攻勢嘅，帕德華維迪扯到埋嚟，盧卡斯頂得到，但係艾力斯呢成功救到個波之後再中楣啊！盧卡斯自從23-24咧回歸大埔之後呢，只要佢有入波嘅賽事呢，大埔都冇失分㗎。之後蒙迪斯奴掘個高波埋嚟，大起頂橫咗啦。呢度井上龍也立得翻個波嘅，揾到黃力威左腳一級之後呢，冇人包送宏毅個位喎，黃力威直抽遠處望仔入。上半場42分鐘，為主隊嘅港會先開紀錄啊！呢球入波呢，亦都係黃力威回歸港超以嚟嘅第1個入波。呢球左腳吸得好靚啦，冇人包送宏毅嘅身後㗎，令到黃力威呢可以好輕鬆作出個射門。射門呢亦都非常之有質素啦，直抽嗰個遠處網仔。之後馬卡雷納做個45度角嘅傳中，快難到頂得到㗎啦，艾力斯附橫喎。馬卡雷納再接得翻個波，做個射門，省中咗港會嘅球員㗎。咁啊，上半場大埔落後之後啦，就做出咗好多嘅兩邊傳中嘅，咁但係亦都無功而還啦。下半場就換入咗伊高沙托尼啦，去加強個攻勢㗎。佢做個角球揾到華維迪，都係俾艾力斯救到喎。咁下半場除咗伊高入到嚟之外呢，顏卓斌亦都有後備入替㗎啦。艾力斯今日好多面對兩邊嘅傳中呢，佢都應付得幾唔錯嘅。咁之後就帕特華維迪整個過頭波，之後兩個中堅呢都唔夠盧卡斯去跑啦，佢又左腳一個單刀搞得掂啦。下半場嘅53分鐘，幫大埔追成1-1平手啊！首先就係沿住港會嘅龍門球啦，咁之後大埔接得到華維迪好簡單整個過頭波啫，盧卡斯就話呢啲波啱晒我，左腳輕輕一趟，追成平手1-1。之後華維迪喺邊線做咗個好精彩嘅個人突破㗎，直接做埋個傳中啦，都係揾到佢喎，盧卡斯。67分鐘幫大埔反超前2-1， 14分鐘梅開二度。呢下頂到埋去，亦都好高質素，艾力斯亦都鞭長莫及啦。始終比較高嘅中堅啦，安素就冇去同盧卡斯去冚，反而用莫雷拉去冚呢，就令到盧卡斯獲得身形上嘅優勢。但港會啱啱開翻個波啫，即刻有個攻勢啦，羅翠希扯到埋嚟，鄭俊宏刻意漏，黃力威佢都梅開二度。68分鐘啫，就即刻幫港會追成2-2平手。呢個入波亦都係港會今季各項賽事下半場第1次入到波。亦都係賭哥嘅身份啦，所以冇特別多嘅慶祝啊！追成2-2平手，相信對港會上下呢個士氣都為之一振啊！之後大埔尾段亦都換入埋李樂謙同天母高夫斯基加強攻勢㗎啦。陳少君佢都係後備入替㗎，呢度呢就做個掛射啊！佢就投訴俾關力克攬住咗嘅，咁關力克放手亦都放得快，咁呢下掛射亦都唔中目標啦。去到尾段就不斷係大埔嘅狂轟猛炸啦！呢下伊高嘅角球揾到大喜啊，都係俾艾力斯救得到喎。咁之後呢度 set 翻後啦，又係伊高啊，立德順推到中間，伊高沙托尼的軌跡爭啲啊，亦都高出咗2至3個波位啊，未能夠利用佢嘅軌跡呢，幫大埔反超前。最終繼上一年嘅聯賽第2循環嚟到港會嘅主場失分，大埔今場波再一次2-2打和失分。